约翰福音第14章，耶稣佫讲：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，着信上帝，嘛着信我。伫我的爸的厝有真侪房间，我去是要甲恁准备所在。若毋是安尼，我袂甲恁讲即个代志。我去甲恁备办所在了后，会阁来带恁去我遐。我伫遐，恁嘛会伫遐。我要去的迄条路，恁知。多马甲耶稣讲：主啊，阮都毋知你要去倒位，要哪会知迄条路？耶稣甲伊讲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毋是通过我，无人会当去爸遐。恁若捌我，嘛会捌我的爸。对答以后，恁捌伊，因为恁已经有看见伊。腓力甲耶稣讲：主啊，将爸显示互阮看，阮就满足。耶稣应讲：腓力，我甲恁做伙遮尔久，你还毋捌我哦？看见我，就是看见爸。你若话讲，将爸显示互阮看，我伫爸内面，爸嘛伫我内面。你无信实无？我甲恁讲的话，毋是出伫我家己，是踮伫我内面的爸，在做伊家己的代志。着信我伫爸内面，爸伫我内面。若无，嘛着因为我所做的代志来信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，甚至会做搁较大个。因为我要去爸遐，恁奉我的名，无论求甚物，我会甲恁做，通互爸对囝得到荣光。恁若奉我的名，无论求甚物，我会甲恁做。恁若听我，会遵守我的命令，我要对爸求，伊会赐恁另外一位慰助者，通甲恁永远同在。伊是真理的神，世间人袂当接受的，因为因无看见伊，嘛毋捌伊。毋过恁捌伊，因为伊甲恁同在，会继续伫恁内面。我袂放恁做孤儿，我会阁倒转来恁遮。阁无偌久，世间人袂阁看见我，不过恁会看见我，因为我活，恁嘛会活。到迄日，恁会知我伫我的爸内面，恁伫我内面，我嘛伫恁内面。接受我的命令，阁遵守的，就是听我的人。听我的，我的爸会听伊，我嘛会听伊，阁将本身显现互伊看。犹大毋是迄个以斯加略问耶稣：主啊，是安怎你要将本身对阮显现，毋对世间人显现？耶稣应讲：听我的人会遵守我的话，我的爸会听伊，我的爸甲我会来伊遐，甲伊做伙住。无听我的人袂遵守我的话。恁所听见的，毋是我家己的话，是找我来的爸的话。我要甲恁做伙的时，已经有将这的话甲恁讲。毋过，慰助者就是爸用我的名要找来的圣神，会将一切的代志教示恁，嘛会互恁记得我甲恁讲一切的话。我将平安留互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。我赐互恁的，甲即世间得互人的无共款。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，嘛毋通惊吓。恁已经有听见我甲恁讲，我去要搁转来恁遮。恁若有听我，会因为我要去爸遐来欢喜，因为爸比我较大。当代志还未发生，
我先甲恁讲，互恁伫代志发生的时通信。我袂阁甲恁讲真侪话，因为即世界的统治者得来啦，伊绝对袂当对我做甚物。毋过，要互世间人知，我听爸，有照爸的命令去做。起来，咱来去。